嗯，斗蟋蟀啊，斗蟋蟀，斗蟋蟀，台南县的哦，斗蟋蟀，斗蟋蟀，不要再杀生了，不要再抓小动物，因为抓来玩，最后可能把它弄死掉了。要放生，要放生，不要杀生。哦，白干呢？秦壁村马祖白干。烘泡哦，盐水烘泡了。盐水烘泡了哈。要戴上安全帽后，很厚的裤子，还外套保护好。阿姆的灶下、灶咖，厨房的灶下、灶咖，灶下叫做灶咖，厨房的。竹堑成行，大家不错。干了一个，沿岸的风情。哦，这个字写的很好看，这字写的很好看的。那个国文科老师，你看，国文科老师的字很好看，你看，小野柳。哦，你看这个字很好看呢，古臭叶，那个威廉，后壁王坤湖。在家办活动，国语文字比赛、写字比赛哈，国文来研究后字很好看。优秀优秀，参加比赛的得奖，新国中学优秀优秀，新国中学没有见过，哪有新国？优秀哈，比赛的得奖，优秀优秀，新国中学优秀。哎，哦，画的这么好。哦，参加美展、书法展，有一环的这么优秀啊！哦，厉害厉害！还演讲比赛，
还有刘亦凡好像也有演讲比赛啊。哦，刘老师的女儿，优秀优秀。校庆运动会，11月份你看，11月11号，新国中学的校庆。办运动会校庆11月11号，提前1个礼拜办运动会公元多少年？200年，民国89年。办运动会北门龙王一景。弄鹅壳壳啦，处理那鹅壳啦，壳壳啦，连壳壳都用来做那个砖的地砖，行人步道的地砖。镇海古迹群，你看那个榕树的根，生命力很强。还这么好啊！总统府台湾国立台湾博物馆228纪念馆海达格兰大道有没有在看海达格兰大道？就在那个总统府的斜正前方那后边的国军历史文物馆国军的历史文物馆在总统府后面，西边北边有北门，还有政总局台北车站台北车站跟那个总统府的距离，台北车站跟总统府的距离，还有博物馆还有相机博物馆没有相机博物馆老旧相机累积起来的变博物馆的材料。国立历史博物馆台湾科学教育馆就在总统府附近，你看，台湾科学教育馆。中正纪念堂，总统府附近的中正纪念堂，万华车站，
万华车站，它离历史博物馆很近呢。台湾的艺术教育馆。还有美术馆，杨英宏美术馆、邮政博物馆、自来水博物馆在右下角，你看，新店溪的畔的新店溪旁啊，是台北自来水博物馆。中下大桥、中山大桥、淡水河，台北市的西区，万华车站是在那里啊。万华蒙甲万华蒙甲万华，蒙甲就是万华嘛，蒙甲万华万华。搞混了，跟板桥搞混了。台北市东区。哦，原来那重要的机关都在台北市西区的，靠近淡水河、新店溪。台北市南区。台湾大学算南区啊，台湾大学算南区啊，台湾大学算南区啊。罗斯福路也有师范大学才对啊。辛亥隧道，中正纪念堂。哦，原来中正纪念堂，然后在南边台湾大学啊。五指山风景区在右边啊，五指山风景区算台北市南区的右边你看，中央研究院很南港啊。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博物馆。哦，原来五指山风景区就在南港，也有快速道路。然后中央研究院，历史文物陈列馆中央研究院历史文物陈列馆。你看，现在在台北市南区国父纪念馆，国父纪念馆也是在台北市南区的。台北世贸，吴兴街，原来吴兴街距离那个中央研究院很近呢。吴兴街距离那中央研究院很近，你看。离五指山风景区很近呢，然后离台大也很近呢。再往西，中正纪念堂呢。台北市北区。民俗。北投台湾民俗北投文物馆。阳明山国家公园算台北市北区的，这文化大学的，华冈博物馆啊，文化大学，你看在台湾民俗
北投那馆附近，在阳明山国家公园的旁边，你看，阳明山国家公园旁边，文化大学，阳明山国家公园旁边的文化大学，中国文化大学，张大千纪念馆顺利的台湾原住民的博物馆，原来在北区哦，在阳明山国家公园南边很远的啦。国立故宫博物院中国电影文化城，原来故宫博物院电影文化城，你看，就在台北市北区的比较南边呢，北区的比较南边的地方。实践你还是什么胡适的博物馆，义府的博物馆呢？你看，义府的博物馆，然后中国电影文化城，然后北故宫博物院然后顺利台湾原住民的博物馆然后张大千纪念馆就在故宫博物院附近呢，是台北市的北区的阳明山国家公园的南边呢。淡水河的北边台南市呢？你拍到什么？开透史料。安平乡土馆。汉民什么汉民艺馆啊？看不清楚啊。什么古什么什么汉民艺馆，看不清楚，字下看不清楚。台湾糖业博物馆，这个应该是台湾糖业博物馆。怎么字看不清楚啊？糖业博物馆。孔庙孔庙画在哪里？原主馆。是看到文物馆，
赤坎楼那个。火车站呢？台南市火车站呢？赤坎楼了，赤坎楼。市政府机关。民族文物馆，那孔庙怎么没有找到呢？奇怪，哎呀，忠义路啊，孔庙在忠义路那边呢，台湾最早的孔庙呢，台南市忠义路啊。马祖列岛澎湖，哎，奇怪，怎么好像都没有？金门啊，金门民俗文化村。哦，金门民俗文化村在东北边呢，渔光楼西边呢，渔光楼西边，中间最狭窄的地方发生金门823炮战。哦，中共的军队从那边登陆，然后被郝柏村那个时候，表现良好，反制共军登陆有功，后来做国防部长、参谋总长啊，做参谋总长。哇，我家乡，2000年，民国89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文建会，现在变成文化部了。现在2020年9月份拍照，早就已经变文化部了。生活网站啊，叶教授这么优秀，叶教授这么优秀。叶教授这么优秀，不简单，不简单。叶教授这么优秀，这么出名啊！